哦，前人完了，文。非常难得我们新单位我们这些前贤都从宜兰过来，宜兰，那有我们的陈坛主，有我们的吴坛主，带了整个协办工作，非常的感恩，因为他们一路走过来，都在提师师母，弘扬佛法。那弘扬佛法有很多的方式，有的人讲道，有人讲课，有很多的方式。他们用这种舞蹈，用我们的圣歌，师母所写下圣歌，透过他们的舞蹈来传递师母他们的一个心声。所以到处表演，受到非常的感动，非常比我们在成全讲课又更加感动。他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肢体，都有代表师母无限的爱在里面。所以我们今天能有这么的一个因缘特别从宜南他们千里迢迢到我们爱小甘乐佛堂来。你看从这边他们开个车要开到台北去，最少要3个半小时；从台北再开过去，最少要2个小时，开5个小时开到我们这边来。当然，我们今天唯有感恩之外有感恩。当然，今天呢我们的吴坛主能够来领导这一场的师母的一个舞蹈团，那或许就我们再次的以热烈掌声，用热烈掌声来代替感恩他们，好不好？好。欢迎。最近呢，咱修道应该是讲哪有安尼来跳舞的，是什么因缘对吧？要开始之前爱讲修饰，对祖师来做的。伊讲梁飞鸿舞咱爱上佛堂来，安尼有好无？利用到丰俗的天地的性质，人是太平而无随便来到人世间。伊是咱修道人护法神，来这个所在，甲咱护持有尊贵无？金堂玉女歌舞拜，咱有真人，点嘛事若好，水真人若欢喜。金堂玉女就伫这个所在跳舞互咱看，安尼咱有尊贵无？听讲王母娘娘千手圣诞才一遍，即阵咱修道人欢喜心，金堂玉女来这个所在，甲咱祝福，安尼是足好，对不对？是。绵力诸佛笑哀哀，绵力分带所有佛祖较欢喜，来到咱这个所在，最真的，你知影为什么遮欢喜无？因为伊讲即阵开始，普度法船甲大道开好。最真的来到咱的道场，拢是祖师上好的贵宾，对不对？嘛是咱道场上好的贵宾，对不对？对。迎宾如来接大家好不好？好。来迎宾如。